最近台湾 rap 创作是愈来愈多，嘛真受少年人的欢迎。中华管议会举办比赛，以基础正义、新水价、散车，也有性别平权等等10个公共议题，现场互大家抽口啊，用 rap 的方式来辩论这个议题，希望互社会大众用无同款的方式来关心公共事务。 抗病毒，我们要风力发电还是要湿地？我们要在这里生大病还是搞自闭？议长，我知道不需要在这休学。议长跟公司在进行官商勾结。民众伫舞台顶自由创作，唱出环境因素、性别平权、国家安全等等甲公共议题相关的人志创作。 议长也听甲笑开开，这是中华管议会举办的艺术人志比赛，鼓励少年人关心公共事务，了解议会的操作。办 rap 这battle 比赛，用这种的方式，和少年人来讲公共议题这物件吼，互因更加会使了解拢地方的县的议会民意代表是咧创啥呢？ 这届的艺术人志创作有来自全国40外个民众报名，最后选12个人晋级决赛。要用多元的方式听少年辈对公共议题的想法。热烈的比赛嘛，请不少民众来现场听歌。为这个活动会当知影议会咧创啥啦，少年的甲老的拢会甲有交流，有那个火花的碰撞。我今日用这种嘻哈文化的这种方式，就是较贴近阮少年人啦。 就是讲，因较有可能讲，会较了解这个代志，想要来了解这个代志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除了人志比赛，阁有办艺术厅的导览，嘛头摆开放民众伫议会录影过暝，报名的人马上就满。议会按算会继续举办开放议会的相关活动，希望互大众用无同的方式来关心公共事务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